今天是五四青年節。五四青年節嘛，咁啊喺升旗禮嘅現場咧，知唔知估唔估到我撞到邊個？等，靚女啦！今日做咩啊？今日做五四升旗禮嘅幫手。咁啊，幾點到啊？今日係5點零到。哇，5點幾度，我6點幾度，咁所以咧，佢啊今日做工作人員，咁啊為青年服務，咁我咧就出席活動，就為廣大嘅青年們咧去宣傳呢個咧咁正能量嘅活動。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，今日正值五四青年節。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組織1200名青少年制服團隊及中小學生於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。青少年制服團隊整齊劃一地踏着中式步操進場，一眾青年代表宣讀五四宣言，港青們都展現無窮的青春與活力。活動期望培養青年的愛國情懷及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與承擔感，高聲為港青點讚。呢班嗰個英雄啊！今天有6位傑出港青旗手進行升旗。五四青年節。我們是新時代中國青年，必會向廣大青年傳承五四精神，努力服膺時代擔當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